今天要来开箱一个东西，这个在拼多多买的，然后主要是要用来拔野草的哦，把它那个土里面很容易长一些野草，用这个听说比较快哦。不过看起来怎么收到的东西里面就已经有点生锈了。晚一点我再试验给大家看。我们继续，看这看起来就有点生锈，但这东西也不贵了。实际上多少钱，可能要再看一下。效果怎样不知道，但我可能之后给它喷一下这个补漏喷漆，这防水用的。我们继续来测试看看。这是花园都长了一堆杂草，看。感觉还不错。